声音才发现玄机，铁钉一折就断。这套老旧的课桌椅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，100%来自陶土雕塑。它每一个细节都留下很多的你看到的影子，你所知道的故事都留在每个小细节，每一个桌子都不一样。这是写实陶艺，技法忠实呈现所有细节。陶艺家陈景亮用来如实呈现自己的童年，一套桌椅浓缩一段回忆。我把这个整个空间做出来之后，不但唤起人们对童年的回忆，也把那个快乐的时光啊什么都给梦幻回来。仿佛听得到同学的嬉闹声，陈景亮细细慢慢地把天真岁月一笔一笔刻画在陶土里。你会记得说，这个桌面上你曾经在这边写字听课，打瞌睡吃便当，流口水，然后作弊扣字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装置之一。市井生活的平凡况味，有时想来才最特别。除了课桌椅，豆腐也能成为艺术品，国外参展邀约不断。把快乐时光呼唤回来吧，那些印在心底的画面，透过陈景亮的陶艺作品，一幕幕重现眼前。这是老师充满儿时记忆的课桌椅，看起来真的很有岁月痕迹了。空豆懂 Q 哎，看起来很老旧哦。不过懂得钱哦，不够懂大钱，但是很值钱，要给多钱？贵多钱哦。我说这多少钱？老师只有说很多钱。我偷偷告诉大家，这一组要250万。哇哦！抽屉里面放了什么？桌面上刻了什么？还有书包的重量。陈老师的作品真的让大家看到这一组课桌椅的时候，会想、会笑、会说啊，原来我的童年就在这里。看到懂 Q 诶，唔够懂得钱；看到懂 Q 诶，唔够懂得钱。